綠色 versus 紫色，葉子顏色大解密。俊賢，你睇下嗰度有棵紫色嘅植物啊！係喎，但係點解佢係紫色而唔係綠色嘅？葉嘅顏色其實同當中嘅葉綠素有好大關係，當中仲隱藏住一個同生存策略有關嘅超有趣故事。今日我哋就用幾個簡單實驗揭開綠葉同紫葉嘅秘密啦！呢兩杯係我提前用酒精浸過嘅葉，左邊係綠葉浸出嚟嘅綠色溶液，右邊係紫葉浸出嚟嘅紫色溶液。綠色個杯入邊主要係葉綠素，負責光合作用；紫色個杯入邊主要係花青素。而家我哋要用一個超簡單嘅工具——舊 CD 光碟，嚟睇下光線穿過葉綠素之後會發生咩事。利用電筒將光線透過花青素直射落 CD 度，會令 CD 出現一道有彩虹顏色嘅光譜。咦，紅色同藍紫色嘅光幾乎睇唔到喎。冇錯，呢個就係實驗嘅重點。葉綠素吸收咗紅光同埋藍紫光，用嚟進行光合作用，製造養分。而綠光被吸收得最少，大部分綠光都會被反射出嚟，所以我哋睇到嘅葉子係綠色嘅。葉子唔係中意綠色，而係拋棄咗綠色。完全正確，或者可以講為綠色係植物用唔完，唯有掉咗佢個光。咁點解紫色嘅葉入面冇葉綠素嘅？佢哋唔使做光合作用咩？其實紫色嘅葉都有葉綠素，只係花青素嘅顏色太濃，將綠色遮住咗。既然紫葉都有葉綠素，點解植物要製造咁多花青素將綠色嘅部分遮住呢？答案好簡單，就係防曬啦。哇，紫葉嘅表面比綠葉低咗3至4度。花青素就好似葉嘅保護衣，佢可以吸收過量嘅紫外線同強光，保護葉綠素唔好被曬傷。尤其係喺葉處於嫩葉時期或者陽光強嘅地方，好多植物會俾葉先變紫，然後等佢長大後再轉返綠色。所以紫葉其實係搽咗紫色防曬嘅綠葉。既然紫葉嘅表面佈滿花青素，咁佢光合作用嘅能力會唔會差啲？等我哋做個實驗測試一下啦。首先，我哋要準備2隻杯，一個杯放水加綠色嘅葉，另一個杯放水加紫色嘅葉。因為光合作用會產生氧氣，所以只要我哋觀察葉片表面冒出嘅氣泡數量，就可以大概比較到佢哋光合作用嘅能力啦。而家我哋見到綠色嗰邊嘅氣泡明顯比較多。冇錯，葉綠素越多，光合作用越強。紫色嘅葉子因為花青素擋住咗部分嘅光線，所以光合作用嘅效率通常都比較低。點解植物寧願犧牲光合作用嘅效率，都要變成紫色嘅？因為喺某啲環境底下，比如強光、乾旱、營養缺乏嘅條件，生存比生得快更重要。花青素雖然會降低光合作用嘅能力，但係能夠保護葉子唔會被曬死，呢個都係種生存策略。其實我哋身邊都有好多紫葉嘅植物，佢哋都各有各嘅故事。我知紫椰菜，街市好常見，佢嘅紫色係酸性環境下會變紅，鹼性下會變藍，係天然嘅酸鹼指示劑。仲有秋天嘅紅葉，樹葉變紅唔係因為佢屌死，而係花青素幫樹葉遮擋強光。然後落葉嘅時間，所以綠色嘅葉適合快速生長，紫色嘅葉適合適應環境。冇錯，兩種策略都冇好壞之分，呢啲都係植物面對唔同環境嘅生存智慧。下次我哋再嚟探索更多植物嘅秘密啦！